要再度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要防武汉肺炎，洗手比挂嘴暗搁较重要。讲咱的扫，或者是讲话喷出来的烂手，会散伫个周遭1.5公尺的范围内，这个病毒甚至会当伫个室温活3天到5天。这段时间，若用手摸到这个病菌，搁飞到咱家己，可能就对了。所以，这个医学专家真强调洗手的重要性。 武汉肺炎疫情全球扩散，除了亚洲以外，欧洲、美洲嘛有。全球确诊病例超过4万人，死亡的人数超过1000个。中国紧急宣布，乌白江西辽宁安徽全面封城，卫生区是部分封城。开人跟人之间的剧的时候，应该有它一定的效果。可是，是不是那个效果达到可以杜绝病毒的传播，让它就从此不见了？哦，我们就很难说。 封城后的1礼拜是病例下降的关键，但唯一担心的就是封城前已经在世界拍拍走的无症状患者。他有没有再感染下一个人？这个才是关键，可能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可以传播的这么快，为什么这么难杜绝。 目前世界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了解有限，到底发病了后有传染力，也是发病前暂无期待传染。不过至少知影伊甲SARS同款会当靠追求喙烂传染。 一般人都会戴着口罩来防堵空气当中的病菌，但事实上更要注意的是残留在物体表面上的。 一般来讲，假扫所喷出来水球较小型的会浮在空中，随着空气散开，降低病菌传播的剂量。但是若较大型的，伊会落伫个大约1.5公尺范围内，伫室温会当存活3天到5天。因为掉落在桌面，它就是在这里，它是蛮密集的，所以你在想，我是站在它旁边被它咳到的那30秒或者1分钟的几率比较多呢，还是我未来5天去摸到它？ 所咳嗽的地方的机会大，当然是摸到的机会大了。专家强调，较常洗手是比起挂嘴暗加真重要。手的卫生习惯就是不用肮脏的手来触摸你的黏膜表皮，不用肮脏的手来吃东西。一定爱做好个人的卫生，较常洗手咧。出入人多密闭的空间咧，嘛一定爱挂嘴暗，安尼就会当保护家己对抗病毒。